后来，这个民进党总统初选的协调，这个拜五就要来截止。蔡英文甲赖清德1点外钟的会面并无交集。蔡总统早起举行记者会，表达立场。在这段时间，有人给我贴标签，也有人攻击我，但是我都选择忍耐，希望给协调小组一个最大的空间。我对这个党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够团结，而且能够胜选，这是我不变的信念啊。怯战这个不是我的风格，我是现任的总统啊。民进党是执政党，不是在野党。那么执政党如何处理总统提名，一定会影响国政，一定会影响政府的运作，也会影响政策的实施。所以我的立场真的很清楚：第一个，我们必须以团结为目标；第二，我们要寻求胜选最大的可能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延续我们执政的理念；第三，我们必须将这个初选对我们现在的执政的冲击，要把它降到最低。那这是我面对协调小组的一贯的态度。